催生然后6年来，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想象他的面貌孩子长得是怎么样的今天终于看到了。甲华南影视基地形容成家己的囡仔，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伊协定的制作基地，为动工启用到达已经6档，今嘛总算会当来看一下成果。那6年来，今天我看到它逐步的茁壮然后成为一个重要的孕育了很多重要产品的一个影视基地那这里面包含像斯卡罗，包含刚刚在拍第2季的这个牛车来去有120档历史的咸水华内糖厂，转型做影视基地，是头一座由中央甲地方合作发展的影视基地。为2018年到达总共投资大约6.1亿，完成4期的剧组场景建设。前后总共有17部作品伫遮制作，互袂少知名导演看好遮的发展。上半年，你看导演特别自己来了一趟，他还是非常鼓励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利影视基地把它做好。早期他就跟我讲说，台湾要有一个所谓的培养电影所谓的内容产业的人才，他告诉我电影学院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也希望说，未来这个地方不只是提供专业的拍片。华内是全台湾上大的影视基地，也毋过游玩有济发展空间。文化局已经规划第5期发展计划，中央明年会新编2.02亿的补助，伫4档内预计将投资16亿，完善拍片场地的机能，嘛要同教育方面合作，培育影视人才。搁进一步对外开放成影视文化园区。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